面之後，好啦，咁我哋咧就請我哋主任成員打個招呼先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！好興奮，今日咧可以帶住我哋隊嚟到香港同大家見面。咁我哋首先俾我哋最高領導人同大家講兩句嘢先。喂，大家好啊！好啊！好親切啊，翻到嚟香港。你哋係咪一路都跟住我哋啊？咁你哋係嚟睇星仔嘅？係。即係你唔係嚟睇戲嘅？哦。都睇。全部都咧又喺度啊！嗱，呢套戲咧喺國內係嘛？成績非常之好啊！真係恭喜星仔。咁我希望香港繼續可以成績對擊啦。咁你哋睇完咧就要帶多啲朋友入嚟睇，跟住俾多啲意見我哋，係嘛？係。多謝晒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 David 而家。我都好開心喺香港同大家見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蔡思貝，好開心我喺香港見到大家，我係媽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野，在電影《公布旅途》中飾演灰飛的雪野。大家好，我叫回安 Angel， 我喺功夫女足入邊飾演喪彪。好勁啊！多謝。好勁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黃雨璇嘅Sunny，我喺功夫女足裏邊係擔任編劇。大家好，我係張聰喺功夫女足裏邊係擔任裁判。大家好，我係蔣偉興，今次就退居幕後做聯合導演。不過我想同一個老朋友打個招呼，好嘛？我係魔鬼組嘅隊長啊，當年。志遠。你好。你好。這個是我們以前就是少林足球，因為我哋以前魔鬼隊，因為魔鬼隊的隊長，他也是你是說普通話的嘛？你識唔識講廣東話？係咩？你早講嘛！我哋當年好似唔識。